刚刚真是丢脸死了。不过我看你啊，倒是一副很开心的样子啊。在神侯府的每一天都特别开心。为什么？来京城之前，我跟叔叔婶婶一起住。我爹娘去世的早，婶婶对我特别不好，没有理由的就责骂我。她干嘛这样对你啊？主要是她想占我爹娘留下来的那2处宅子，所以想赶我走。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就自己一个人来到了京城。我听说神侯府对下人特别好，我就在别的地方做了半年的工，一有机会就进神侯府做丫鬟了。哎呀，我肚子疼，我去方便一下。哦，去吧。你可回来了！我刚刚想了一想啊，关于你婶婶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去衙府告她。我婶婶？对啊，你婶婶啊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没事？我可是法眼金睛啊，什么事都逃不过我的法眼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时候不早了。我们回去吧。回去？可是不是还要去布市买布吗？下次。我身体还是有些不舒服。那好吧，我们回去吧。哎，燕儿，我们的东西啊。哎呀，瞧我这记性。走。你肚子还疼不疼啊？不疼了，已经好多了。等等，燕儿姑娘，你身边这位怎么看着面生啊？他是我们的捕快。账房。账房。我们都到神侯府3年了，从来没有见过你。腰牌呢？腰牌啊，腰牌我有。我的腰牌呢？哎，怎么会掉了呢？哎呀，奇怪，刚刚腰牌明明在身上的呀！大胆，竟然私自冒充神侯府捕快！你想浑水摸鱼进入神侯府做什么？哎呀，没有，我真的有腰牌的。你的胡子，哼，看你鬼鬼祟祟的样子，肯定另有图谋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是。哎，不要抓我！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啊？发现了一位假扮神侯府捕快的贼人。你竟敢私自逃离神侯府！我不是回来了吗？走。冷大人，这位是？他是我的人。对不起，今天是因为叶儿心情不好，所以我才陪她出去透透气。我看是你心情不好吧？好，是我心情不好，这样可以了吧？我可以走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敢私自离开神侯府，小心我杀了你！知道了，以后不会再连累你了吗？那么凶！站住！又怎么了？你刚刚去了什么地方？我去什么地方，需要向你汇报吗？生气什么？
无情统领，今天的事情真的很对不起，差点连累您了。不用叫我统领，叫我无情就行。你的事我已经知道了。林某姑娘，冷血的脾气有时候凶了一点，但他很善良，人也很好。以后你会慢慢了解的。今天的事情我知道是我不好，不过你放心好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偷跑出去了。这倒不必，以后你真想出去，告诉我一声，我们会专门派人保护你的。你真好，虽然你叫无情，但其实你是最有情的人。哼，就不像有些人，人如其名一样冷血。人若无情，便没有了痛苦。多情总被无情伤，还不如斩断情根。奇怪，腰牌怎么不见了呢？哎，你找什么呢？没有啊。那个冷血为什么对你这么凶啊？算了，是我自己不好。我今天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对这个世上的人啊，都已经失去信心了。结果啊，在危急的时候，是冷血救了我。就算是他救了你，也不能对你这样吧？哎，不说这个了。哎，你怎么还不换衣服啊？啊？哎呀，还愣在这儿，赶快啊，不然春萍姐要骂人了。你今天拉肚子拉坏了你。衣服在这儿呢。救命啊！有人吗？这什么地方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冷血，李某是不是给你带来了什么困扰了？他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困扰，只是他现在这样每天横冲直撞，万一有一天出了什么事情，被皇上知道，到时候倒霉的不止我们几个，师叔，还有申侯府所有的兄弟们，都会被牵连。冷血，你不用多想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命运，
但是黎墨，他不愿意屈服于自己的命运，勇于和自己的命运抗争，这一点我倒是很佩服。有时候，我们也不一定能做到。我们是做不到，那是因为我们是神捕，我们有太多的职责。哦，对了，以后你见到他，脾气稍微收一点，万一吓到他，反倒辜负了我们当初救他的本意了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找他的麻烦，但是你要提醒他，也别让他再惹麻烦。走吧，走吧。师叔，我在太师府发现所有的尸体均有动物的齿痕，而且四大凶徒中的涂婉已经伏法，涂婉的蝙蝠也不能伤害任何人，此事十分的蹊跷。动物的齿痕，没错，我还在太师身上闻到一股动物的味道。只是好像有人故意用西域的香料去掩盖这个气味。香料掩盖气味，那必然是行凶后所为。这个人居然在行凶之后还能够镇定自若地布置现场，绝非等闲之辈。而四大凶徒，他们虽然血腥残忍，但是行事粗糙，现场是破绽百出。不过几位大人的死亡现场虽然极为混乱，但是没有任何的破绽，唯一的线索就是气味。这飞禽走兽啊，皆是自然生灵，一般不会受到人的束缚。涂婉只是把毒蝙蝠饿到极致，放出来之后，它们必然嗜血如命。奇怪的是，太师府一向门禁森严，照理说，一旦有风吹草动，就一定会在现场留下打斗的痕迹。可见得啊，都是在各府毫无戒备的情况之下，偷袭所造成的结果。这种气味极为熟悉，可是我一时之间想不出是哪种动物。请师叔给冷血些时间，冷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我得先依照各种动物的齿痕来做比较，最后才能得出个结论来。追命和铁手已经深入京城各处暗访，必定能有所收获。真不愧是涂山狐仙派的九尾狐仙，你成功地打入了神侯府。你的易容术果然是名不虚传啊！马上就可以杀了四大名捕。不，你不能杀他们。你暂时待在神侯府，帮我留意四大名捕的行动。王爷，这是为什么？拿着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叫千寻灯。但凡从你身边走过的人，只要灯亮了，就是我要找的人。你必须马上告诉我，他是谁。简单。王爷，我已经成功进入神侯府，还魂丹该给我了吧？我看你是忘了我们的约定吧。你帮我完成了任务，我才会把还魂丹交给你去救你的夫君。可是我的夫君，他真的撑不了多久了。感情是你最大的敌人，你可是杀人无数的九尾狐啊！我记得你们的掌门人也让你们挥剑斩情丝啊！你可别忘了，你身上背有多少血债？京城被你杀了的人，哪一个不比你的夫君重要？就算是牺牲他们所有的性命，也不值我的夫君。分。好。曾几何时，我何尝不是和你一样的想法？
拥有它，就像拥有全世界。可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全明白了。有些事情，到了你无能为力的时候，你只能乖乖地听命运的安排。现实多么的残酷，生命太脆弱了，一个转身，人没了。没了。九尾狐，听我说，你想拥有自己想拥有的东西，就千万不要感情用事。可是我的夫君他真的快不行了，我怕他连明天都撑不过去了。放心，这是续命丹。不过，续命不是救命，它只能维持7天的时间。7天内，如果你还不能完成任务的话，只能证明你的办事能力太差。到时候，你的全世界就真的会灰飞烟灭。王爷，我一定能完成。4大名捕已经发现了你的狐狸齿痕，你要好自为之啊！你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了。你记住了，杀人之人不配拥有感情。雪妹，夫君，雪妹，你没事吧？雪妹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好几天了，我都没有你的消息，我还以为你被你师父下了毒手。我师父？我和他没有关系了，是他把你打成这样，他不是我的师父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。雪妹。有时候我在想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你就不会过上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。如果不是我，你就会和你的师父在一起好好的待着，那未尝不是一种快乐的生活。夫君，你又说傻话。如果不是遇见你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之前的生活是多么的罪恶。我每天都在遵照他的吩咐，去杀人，去做那些违背良心的事情。直到遇见你，你跟我说的那些书上的道理，我才明白，我之前做的是多么可怕的勾当。我只是一介书生，帮不了你太多。况且，我现在的身子已经成了这样。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，雪妹，
别管我。夫君，你的病会好的，你相信我，再过几天，你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。雪梅，我们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我自己的病我知道，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。你应该离开这里，去一个没有恩怨、没有牵挂的地方，过你自己的生活。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，从天上看到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也是快乐的。夫君，你别再说了。我涂山雪，无论生死，都要和你在一起。雪梅，当时师父要打的人是我，是你替我挨了这一掌，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夫君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夫君，来，喝点水。夫君，无论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离开你。这辈子，我们谁也拆不散。这叫千寻灯，但凡从你身边走过的人，只要灯亮了，就是我要找的人。你必须马上告诉我，他是谁。这么晚你一个人不睡觉，在这里干什么？遵命统领。我觉得有点闷，出来透透气。哦，哎，林梦怎么样了？你回去告诉他，不要再偷跑出去了。好的，那我先退下了。嗯。江娘，江娘，江娘，您这一身雍容华贵，诸葛大人看了一定赞叹不已。是吗？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狐狸披肩的。呀，这汤是给谁的？我亲手煮的薏米百合汤，你说给谁喝呀？肯定是给施主补一补身子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对了，你们师叔呢？啊，师叔昨夜通宵研究案情，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呢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师叔，师叔。正午。哦，娇娘啊，你来了。
我还有点事要忙，我去趟书房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给你煮了薏米百合汤，清清火。我让下人拿到厨房去吧。拿到厨房去干什么呀？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喝的。哎，我来，我叫下人先热一下，再拿给世叔喝，好不好？追命真乖。娇娘，那我们到书房去吧。世叔，你慢慢聊，汤很快就好。能把世叔绑架的人，估计只有娇娘了。娇娘啊，我真的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。几位尚书大人的死，我一直无法查明真相。你放心吧，那碗汤啊，我待会儿就喝。我不会打扰你工作的，不过我一定要看到你把汤喝完，我才会走。哎，对了，把这个带上吧。带这个啊？哎呀，带这个成何体统啊！别！你带不带？你要是不带，那我就禀告皇兄，让皇兄下令让你天天带。啊？来，挺好看的。不是这个，哎呀，真的挺好看的。汤怎么还不来呀？原来他就是王爷要找的人。叶儿姐好。大人，汤好了，小心烫啊！真挺好看的。好，一别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你先下去吧。哎呀，别把它弄脏了。哎，娇娘，能把披肩借给我看一下吗？哦。谢谢你啊。谢我？武林当中只有一个门派是修炼驱狐术的，而这个门派又自称为涂山氏的后人，专门收养未满10岁的女童为徒，一生当中斩断情丝，在古洞中修炼驱狐术。而他们在修炼这种武功的同时，还自创了一种专门配合他们武功的武器。这种武器是以鹿筋为心，狐毛为皮，制成之后和真正的狐狸尾巴别无二致。而且因为他们常年要练这种神功，所以他们的洞主就将这种武器直接嵌入他们的身体。安王爷，我已经弄清楚你想要找的人是谁了。快说，我的还魂丹呢？你还没有告诉我他是谁呢。你先把还魂丹给我，我再告诉你那个人是谁。万一你不兑现自己的承诺怎么办？你不想说是吧？那好，我老实的告诉你。
还魂丹还在提炼中，独缺一味药引，那就是狼族王子的血。狼族王子，这个人是冷血。冷血？怎么会是他？王爷，我一定完成任务。只是神侯府已经发现了京城内官员的惨死是狐狸所为，我暂时很难下手。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查到是你们涂山狐仙派所为，所以你要格外的小心。这是无味神水，你拿着，只要你把它洒在身上，他们就闻不到你身上狐狸的味道了。多谢王爷。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做？接下来就把这个瓶子扣在冷血的身上，血会自动流到瓶子里，然后你交给我，你的夫君就有救了。记住了，要活人的血。春萍姐应该睡着了，我要把玉佩找回来。玉佩啊，你在哪儿啊？快出来吧！春萍姐，这个小丫头敢趁着我睡着偷东西！明天你就给我收拾东西，卷铺盖走人！春萍姐，对不起啊，我是一时糊涂，拜托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绝对不会再犯了。好，给你一次机会也行，不过你要帮我办件事儿。什么事啊？你帮我去冷血统领房里拿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当然是他贴身的东西了。啊？怎么？你不愿意啊？不是，但是你拿这么奇怪的东西要做什么啊？唉，这长夜漫漫，我一个人孤枕难眠的时候，我就拿出来，闻一下，就不孤单，不害怕了。怪不得春萍姐这么晚还没睡。哎呀。你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，怎么才过来？死定了，被这家伙给发现了，现在怎么办呢？哎，怎么还不进来？我肚子疼，想去一下洗手间。你不是刚去完吗？现在又要去？我还没拉干净，还疼啊。那你就先忍忍吧。过来，先让我舒服舒服。完了完了，要是他看到我，哎呀，算了，直接向他坦白吧，要杀要剐随便他。
来吧。你一进来转来转去的干什么呀？没干嘛。哎，我需要把衣服脱掉吗？不要。不要脱。你怎么了？我肚子疼，喉咙也疼，不知怎么的，浑身不对劲儿。我说你这个小伙子，开始吧。开始啊，那个哪个？按摩呀。往下点，再往下点，还要往下呀？哎呀，我的老天爷，你别再往下了！我说你这小伙子，怎么这么羞涩？来，用力一点。这个家伙果然讨厌，这么重的要求，我非给你点颜色看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再用力一点。好，再用力，再用力一点。继续啊！有你好受的。继续。用力。对。就这样。我身上郁结的经脉终于打通了。小伙子，你是用什么打的？楚离墨。你来我的房间干嘛？刚才在门口听到有人在叫，所以我就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。你拿了什么东西？没有啊，就在里面。你是说楚离墨就在这里面？不要紧，你可以听啊。脱了。什么脱了？我才不要！干嘛？你放开我！你弄疼我！你楚离墨居然敢勾引我的冷血！就是啊，太不要脸了！你不脱，疼的还在后面。那你自己来拿。啊！疼死我了！你不会轻点啊？你要干嘛？不至于吧？你以为你不脱，我就拿你没办法是吧？你要干嘛？你居然让楚离墨捷足先登了！等他出来，我非得撕烂他！冷血也是，这种货色一样。我让他去偷东西，他居然勾引我的冷血姑子！早知道我不如自己去了我。刘传平，你竟然敢这么乱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蝴蝶姑娘怎么了？大家都围在这儿干什么？楚离墨在冷公子房间勾引冷公子。他们两个那个了。冷公子居然是这样的人，贱人果然都是下三滥的路子。季姑娘，怎么回事？他们在里面。哎，行了，别再找事了。楚离墨这个贱人，这个楚出来，我非得好好收拾他。好好收拾。别乱说，这些话要是传出去了，李某姑娘有何颜面见人？听到了吗？这说的也是。你拿我的手帕干嘛？不过是一条手帕，那么凶干嘛？站住！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不过就是一条手帕嘛，你那么凶干什么？
还给你行了吧？楚凌梦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这个贱人，你居然敢勾引冷图里！我叫你来干什么的？你叫我……林梦，事实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。还不是你叫我来的。楚凌梦，你们都下去吧。冷雪，这怎么回事？你觉得会是怎么回事？